钟后直播开始，3分钟后直播开始。平安，平安，互咱甲两边的人讲新年快乐，上帝今年要大大来祝福你哦。新年快乐，快乐，上帝今年大大来祝福你。Amen。是的，今年神必要大大的来祝福我们，让我们一同先安静，来预备我们的心，来等候，来向这位荣耀的大君王来祷告。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新春的第一天，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来学了你。我们用阮的心灵甲诚实，诚做芳芳的祭献上你的面前。愿你的心得满足，阮的嘴要时时来学了你的话，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愿阮的一生跟对你到底。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当我们常常开口来赞美神的时候，神就要使不可能变为可能。我们不仅要在顺境中来赞美神，更要在逆境、风暴或者是低谷中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盾牌。如同希拉、保罗被囚在监狱当中的时候，他们怎么了？一样唱诗来赞美神，神呢就会使锁链来松开。哈利路亚！今天神就要来释放我们生命中一切被捆绑的、一切被压制的，他就要使我们今天完全来得着自由。所以弟兄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更多的来赞美，更多的来祷告我们的神。
甘的为着咱的国家、咱的社会、咱的城市，求主来掌管、来带领咱同心来开嘴来祈祷。亲爱的耶稣，我们同心的主啊，为着我们的国家献上祷告，恳求你来祝福我们的国家执政的掌权团队。主啊，求你赐下你从你而来的智慧聪明，主啊，来管理我们的国家城市，也求你加添更多的公义圣洁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主啊，无论在教育界、在政治界、在科学界、娱乐界、艺术界等等各样领域当中，主啊，让我们的福音能够畅通无阻，愿福音的种子能撒遍每个地方。每个角落，愿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的心，主啊，可以回转向你，来高举你荣耀，尊崇你的名。我们这样子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接来，咱为着咱的教会，咱的3位牧者，咱的区长、长职，咱的小组长，啊，各位迄个团队团长来献上咱的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能有这么棒的3位牧者来带领我们，来牧养我们。就会求你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要赏给我们的牧者，使他们能够更多从你而来的领受的启示，来与我们的众长职同工，与弟兄姐妹一同来建造这复兴、健康、相爱又和睦又荣耀的教会。主啊，求你真的是让我们可以预备主你的再来，追求你来祝福我们所有的长职同工、小组长，他们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主啊，让他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来感谢。主啊，也愿你的爱天天来眺望，来鼓励他们，使他们在服事当中更有意向，越服事越甘甜，越轻省。主，谢谢你，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尾，咱为着咱家己。咱的家庭、咱的囡仔，还是还未信主的人、亲人，咱做阵来为献上咱的祈祷，咱做阵当下开嘴来祈祷。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来饶恕过去被伤害。主啊，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用自由的心来迎接这崭新的一年，带着喜乐的力量，跨过一座座的高山低谷，可以如鹰高飞。看见神赐的佳美之地，因为主啊，你必带领我们。主啊，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就你看顾我们，把最好的祝福要放在我的心里，好叫我这一年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你。主啊，也求你来施恩祝福，在我的家人、我的孩子的身上。主啊，一同在你的爱中被医治、被安慰，好让福音的种子能够破土发芽，结出圣灵的果子。主啊，也愿我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能够来认识你，而得到真实的平安。主啊，按着你的带领回到天父的怀抱。主啊，也求你大大的来使用我们一家人，能够成为蒙神喜悦的器皿，来盛装新酒新油，可以祝福更多还没有为主来传扬福音。主，谢谢你，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今仔日是礼拜日，也是新春的头一天，咱聚集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上帝。我相信敬拜上帝，
伊就要赐予咱搁较侪平安甲福气。阿咱门。所有兄弟姊妹今仔注意这个所在，咱要搁较侪来认捌伊，咱要来献上一切感谢伫伊的面前。也看上帝带领咱今仔一冬新的一冬有新的开始，有新的愿望。咱特别今仔日是主日，咱来遮敬拜上帝，所以咱将一切荣耀归于伊。咱也为着今仔早起的敬拜，咱献上祈祷。为着咱的牧师今仔早起要直接传讲美好的信息，咱来献上感谢，也开咱的心，互咱有柔软的心来听见上帝对咱讲的声，互咱一冬的开始，咱献上一切的时间伫这所在，献上一切敬拜伫这所在，愿上帝欢喜咱早起的敬拜。所以咱开声为着早起的敬拜，咱开声咱来祈祷，看上帝掌权，看上帝设立宝座伫这所在，咱开声来祈祷。请主上帝，阮感谢上帝，你早起呼召阮伫你的面前，特别是新的一冬，互阮来到上帝你的面前，阮要来敬拜你。看上帝你只是掌权，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心思意念，看上帝你设立宝座伫这所在，看上帝你的灵威权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心中，拍开阮的心门，互上帝你的话语、真理的话命，输入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底，互阮一个新的一冬，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愿望，互阮真的一冬。领受上帝你满满的祝福，阮感谢上帝你，互阮过去一冬拢得着平安。阮重新新的一冬，你又还要扛阮的脚步，扛阮的手，互阮勇敢的向前。阮要感谢上帝你，看上帝的帮赞，互阮早起的敬拜，就做一个芳芳的祭献到上帝你的面前。阮早起伫这敬拜中间，看见上帝的荣耀彰显伫阮中间。我要将一切荣耀归于你，将一切恶乐归于你。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主耶稣实在真好，咱邀请各位兄弟姊妹起立，咱来献上一切恶乐伫上帝面前。主耶稣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了，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提起我的烦恼，互我打地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主耶稣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了，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我的烦恼，互我打地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了，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提起我的烦恼，互我打地笑。我的耶稣对我，主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了，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提起我的烦恼，互我打地笑。我的耶稣对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我的耶稣对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哈利路亚！耶稣是对咱真正好，咱将一切荣耀、恶乐归于咱上帝。一切荣耀恶乐，一切荣耀恶乐，拢归我主
盼的尊重甲好乐，咱着大声唱歌，我乐耶稣生命。哈利路亚，阿罗主，哈利路亚，哦，阿罗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罗主，哈利路亚，哦，阿罗主，哈利路亚，哈利，一切歌颂赞美。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颂的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再一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一切应邀归咱上帝，哈利路亚。我们大声的敬拜我们的神，大声的赞美我们的神，他是从年首到年尾照顾我们的神，他看顾我们。大声敬拜，全心呼喊，全能的神愿你降临。慈爱双手，大能帮备，直到如今能寻生机。你眼目必看顾这地，你眼目必看顾这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这地。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敬拜声音充满全地，敬拜声音充满全地，高举双手荣耀归你，专心谨守你的话语，世世代代都不偏离。你眼目必看顾这地，你眼目必看顾这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这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这地。你眼目必看顾这地，你眼目必看顾这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这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是我们的宝珠，新酒何有满溢，你的要赐福这地，遵行你的旨意，谦卑归
抱住，心就何有满意，一定要赐福着你，遵行你的旨意，谦卑会转向你，我们一定要跟随你。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也不必看顾着你，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你也不必看顾着你，你也不必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照所应许的成就，你也不必看顾着你，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祷告盼望，祷告盼望荣耀复兴。我们再次宣告说：祷告盼望，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只有你看得敬拜和尊重。我们高呼你圣名的高愿望，在你宝座前献给牛羔，我有你敬拜阿龙，高在天在地高愿望，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宝座前献给牛羔，我有你敬拜阿龙，哦，尊荣耀万岁，龙归地的高愿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今朝圣诗434首，主恩典大慈悲，带阮平安过一年。咱吟全首。主恩典大慈悲，带阮平安过一年。万万感谢诚心，救主上帝听愿音，感
谢你使阮相同，美丽如我经那多，人之全世交替时，沙河沙天来家己，感谢春落你你乐，论天土对好情衷，溪水等老山俩情，五谷菜色各不一，东怀好汉太平洋，西坡边湾好情长，花香了阮人情乱，美丽天性咱台湾，可惜有情做袂成，愿做好人着看紧，带日白刀当守稳，出海一家向天伦。大慈悲疼痛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互阮伫这个新春，也是主的圣日，阮通做伙聚集伫遮，同心聚会，同心敬拜，同心和乐。我们迎接新的一年，感谢你伫这个圣日，互阮通有一个新的开始。感谢你过去3冬来，阮一直伫疫情的束缚的内面，总是阮看见上帝恩待，互阮渐渐看见这个时间要到，天要光，阮会通恢复正常的生活。主啊，感谢你过去2、3年久的保护甲看顾，也愿阮今仔日的敬拜，主你的圣神伫阮中间，每一个兄弟姊妹对你领受圣神的启示，主你的话诚做阮的快乐，也阮的敬拜归荣光伫你，众兄弟姊妹无论伫实体也是线顶，众人拢领受到这款的祝福。伫你面前，感谢你恩待阮，也愿你施恩赐福伫全台湾各个所在，互大家伫假期的中间有上帝你美好的看顾。主，阮伫你面前，将这个礼拜交托主，愿你圣神甲阮同在，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又愿徛伫咱今仔日要用新的界面做伙来分享主的疼，咱做伙来纪念新的界面，来明白主的教示。来，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2条界是全律法甲圣理的总根头。我用新的界面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要请乐团来做奏乐。
感谢乐团在礼拜的开始就带来这一首《你真伟大》。是的，我们的神就是最伟大的神。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起启应。启应文第17篇，诗篇65篇，我来启，让大人来引。上帝啊，人就伫锡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做压倒我，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踮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你出你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上帝河水满满，你灌压田园，收平土地。你赐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草坡嘛有油在滴，草坡用羊群做衫穿，因拢欢喜出声吟诗。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万军灵的主宰耶和华，阮的上帝。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拢伫地的主，是阮的石盘，阮的关台。今仔日是你所定的日子，也是旧历年正月初1春节。阮受恩的囝儿女，全家大细，男女老幼，用欢喜的心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用感谢入你的门，用欢乐入你的院。感谢主，对年头到年尾，对日出到日落，拢伫保护看顾阮。用恩典做阮年冬的冕旒，互阮伫今仔日通安然徛在伫主的面前，用敬虔的心要来敬拜你。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过去1年的带领，使我们走过各样经历和际遇，面对快速变迁的世界，不但国际局势千变万化，俄乌战争尚未结束，台海关系越来越紧张，世界经济极端的不稳定，物价上涨，没有停止的迹象。也因此，我们为了生活疲于奔命，汲汲营营追求名利，没有足够的休息，让我们的情绪、身体、精神和身边的家人都受到影响。当我们把工作、成就、名利、民生和他人的爱戴放在第一位时，那么上帝就变成次要的。此刻，父神正展开他爱的双臂，呼唤着孩子，不论你现在的光景如何，请回转到我的面前，因为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阿爸父神，新的1年，愿你吸引我们，让我们快跑跟随你，亲像鹰鸟踢膝飞悬，走无野，行也无善，伫个人生活上读经祈祷，将上帝话藏伫心中，成做生活的准绳，无偏做，无偏用，敞开心门，让圣灵感动每一个心思，每一个行动。祷告中求主带领，在家庭生活上，基督是我家之主，让家里成为伊甸园，
喜乐的园地，珍惜家人间的亲情，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相爱，在教会生活上甘心乐意参与教会圣工，彼此代祷，不论是聚会、侍奉或是奉献，都是出于自己情愿的，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感谢主，新的一年，互阮全家大细，合适过着敬虔知足的生活，甲上帝建立搁较水的关系，用信心的眼光，做伙迈向新的旅程。愿伫你的面前来感激，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咱要做伙来享受上帝的话，咱今仔日是2顿的礼拜做1顿吼，所以我想讲邀请咱第1顿兄弟姊妹，咱来读台语；第2顿兄弟姊妹，咱来读国语，安尼对照啦吼。第一位咱有2位的圣经节，第一位圣经节是记载伫诗篇128篇第1节到第6节。第2位的圣经节是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6章6到8节，吼。咱先来用台语先讲诗篇，先共读诗篇，煞接咱用国语来共读诗篇，吼。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遵行伊道路的人真有福气。伊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事事顺利，真正幸福。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熬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囝儿围伫你的道，亲像橄榄栽。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互你。愿你一生会看到耶路撒冷欢迎，愿你会看到子子孙孙，愿以色列国泰民安。我们接着用国语的华语来攻读。我们第2堂的弟兄姐妹第1堂也可以啦华语你的妻子在家中像结石，从第1节来。敬畏上主的人多么有福啊！遵行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你劳碌得来的够你食用，你必定快乐，凡事亨通。你的妻子在家中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像小橄榄树。敬畏上主的人必定这样蒙福。愿上主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目睹耶路撒冷的繁荣，愿你活着看见你的子子孙孙，愿以色列国泰民安。好，我们接着来看提摩太前书，一起来攻读。首先用台语，敬虔搁知足，会互人得到大利益，生不带来是。有通食，有通穿，就着知足。好，我们用华语是的，一个人若知足，宗教的确可以使他富有。我们到这世界没有带来什么，我们又能从这世界带走什么呢？如果我们有得吃，有得穿，就该知足。愿主家己祝福伊家己的话好来，咱即马煞接献诗，咱要请圣歌队
这块是咱足熟悉的诗歌，咱就来吟诗。圣歌队呢，邀请咱在座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开声来吟。咱做伙大声来吟吼。多谢圣歌队带来这首，咱就来吟诗，咱用普话声来回应光给上帝。讲到牧师今仔日要讨放的信息是敬虔迎春，持续丰盛。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新春恭喜！咱会记得2020年3年前，咱拄啊好嘛是过新正，伫遮做感恩礼拜。了后疫情就开始宣布啊，虽说是年初就开始啊吼。会记得对过年新旧历正咱开始面对2年到3年的即个疫情的影响。今日头一遍看到咱的即个礼拜堂坐差不多9分满，这3年来难得有的现象哈。表示讲上帝怜悯，互咱大家安尼忍耐，安尼用艰难，但是行过这条路，看见新的一年上帝恩典伫咱中间。所以大圣要甲咱，请咱甲隔壁祝福一下，讲祝你今年恩典加倍，好无？来甲大家祝福一下，感谢主。因为咱平常时哈，咱平常时拢2场礼拜啦吼，台语佮华语安尼，所以2场联合做伙，我们有台语有华语的，而且一起聚集人数
我想是3年来今天是最多的。期待我们日后也是这样子，大家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疫情的限制，大家一起在这边同心敬拜啊，热情的敬拜。大先咱先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个新春的日子，啊，阮也是主你的生日，实在是领受这款的祝福，阮心内极其的欢喜，也献上感谢。有真侪兄弟出外到外地旅游、出国，也是等于家己的老家探亲。咱我有侪兄弟姊妹对外地倒转来，大家团圆。伫这个连续10日的假日，阮相信上帝你有美好的保守甲恩赐，阮享受到各种方面主你赏赐的喜乐。阮新的一年带着主你的快乐，圣经的话真侪阮去打拼努力奋进的目标。伫你面前要三甲分享你的话，求你带领恩赐保守，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拄则咱的师会满足长老带咱读台语个即个华语小等下咱会当伫遮经节搁一遍做伙来学习啦那要三甲分享的就是讲，足侪人咧讲台湾人有迄个幸福感无？那问题是在于说，这个幸福感到底是什么根据啦？什么根据？事实有真侪人拢咧思考这项代志，但是嘛有真侪人无满意，讲台湾阁足侪无好的所在啦安尼1、2个月前的选举，真侪人就感觉讲台湾人无幸福所以现在的执政的我甲你抓落来安尼。所以个人的想法都无共款，特别是现在网络这的认知作战，互咱感觉讲到底我住伫台湾到底是幸福无幸福？事实家己拢有一点犹豫就对啦但事实，咱是照根据一寡统计啦根据统计，真侪台湾人拢感觉咱住伫台湾是一个足福气的所在。特别是去外国旅游真久的人。倒转来，拢感觉讲台湾非常好安尼。咱教会有一位姊妹伊去年甲伊的公主啦甲伊的公主去英国读册最近转来咱处主姐啦咱伫遐开讲就甲问讲，处主姐恁去遐住恁甲恁后生住尼租厝毋着偌济钱伊足客气，甲阮讲一个月爱15万啦一个月爱15万，住一间小小的公寓安尼。咱台湾人嘛感觉讲物价足悬安尼愈趁即个薪水袂赴通好即个起价安尼。但是综合来讲，真侪人拢认为讲台湾实在是上帝美好的恩典啦毋知拄则咱咧吟圣诗，咱有注意到无圣诗的434首，咱平时过正才咧唱伊安怎讲？伊讲感谢你赐阮乡土，美丽如画境那图。四季当夕照天时，三河三亭来徛起。感谢春雨年年落，润泽土地好种植。溪水长流山岭青，五谷菜色搁富裕。东淮河汉太平洋，西浦平原好种稻。花香鸟语人情暖，美丽天成咱台湾。这首诗歌咱对细汉唱到即阵啦咱新圣诗有请台湾的诗人，搁小可家写较有本土味的。我事实知影讲，这3节真正是咧讲咱台湾。那么真侪人讲台湾上水的风景是人安尼。他不管如何，牧师嘛袂使勉强讲。我感觉足幸福，你感觉无幸福，袂使甲你勉强总是整个的大环境来讲，真侪人认为住伫台湾实在是何等上帝恩典，特别是这个疫情的经过，特别伫这个全世界经济变动这个苏俄甲乌克兰的战争所引起侪的困境。
台湾还阁伫经济伫进步的中间。进前有一份杂志吼，伫访问啦吼，讲访问即个长辈吼，100几位长辈讲，你回顾你的一生，回顾你的一生，到底什么是你上界感觉上快乐的代志？吼，你感觉我一生中间，你想起来，倒几项是你上快乐的安尼？有真侪人吼，头一个，伊感觉上好的，就是讲，伫生活中去找到家己的趣味，甲家己的嗜好，讲这是占上悬的吼，19%。第二项，伊感觉讲家庭真和睦，子女吼的教养成长，感觉真满意。第三项就是讲，你甲你的伴侣你的另外一半互相扶持互相扶持来经过这个一生佫一项当然是几啊项，大概头前这几项，佫一项是讲我甲厝边头尾，甲我的同事，甲我的家内的人，讲大家人际关系非常的圆满，非常的圆满。这个长辈呢，因家己来拍分数，讲若10分你的一生人生你拍几分啦讲拍7分到8分呢，就是讲较悬分的有37%你要占4成至少有及格啦5分到6分呢有29%，所以差不多呢50几%拢感觉讲住伫台湾这个所在至少有及格他毋知你的心内的分数是偌济，我毋知啦总是咱求上帝，互咱伫即个新春的时阵，大家搁一遍三甲来有份来了解，咱对伫一个信仰上，上帝赏赐台湾即个岛屿，你安怎大声对即个土地感恩，来对感谢上帝安尼？所以你到底对台湾有幸福感无？这袂当甲人勉强啦但是咱有时想着讲，咱台湾人安尼，逐摆拢会当过2个新年呢新历年也咧过，旧历年佫过较久，安尼休10天，毋知要去倒啦咱台湾人佫过3个情人节就对啦实在是互咱感觉讲，遮侪项想起来，可想较别人伫比较起来，当然有真侪袂通比，但是你若感觉讲台湾是全世界即个 7-11 比例上悬的。真侪外国转来的朋友亲人讲24小时逐位拢有通好去呢，要食物件拢免烦恼咧，腹肚枵都是有烧的通好食安尼真侪人是欢喜讲台湾人都敢若食果子就福气就对啦食果子就福气迄伫日本啦伫迄纬度较悬的要食一粒果子实在是足困难。台湾人果子食到有时伤多，煞都倒落去溪沟内底安尼。不管如何，兄弟姊妹，这个拢是咱生活中会拄到的。但是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在面对这个节期的时候，我们如何在主里面刚强壮胆，然后完成过去，立志将来？换句话说，这些外在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幸福感的来源？不一定。有的人活在福中不知福，有人活在安乐享受的当中，还是埋怨，天天埋怨，埋怨是大人埋怨这个社会，埋怨交通，埋怨政府无强袂埋怨的就对啦。这网络上逐项要写，搁在你写呢。兄弟姊妹，咱的确伫这个春节的时阵当然大家欢喜组织团圆欢喜，但是咱要安怎来思考，用健康的心来迎接这个新春？因为咱知影讲外在的环境，你有要搁较济。咱伫这个新年的时阵，伫迄个买迄个乐透彩安尼迄个加码，一大堆人相争要买，到底买了后，是毋是你着一生幸福？不一定。真侪这个社会学家咧研究讲遐会得到大奖的乐透彩的人，到尾下场拢足凄惨，因为伊都有遐个钱袂晓管理就对啦，袂晓用钱愈多，互你袂晓用是安怎？就像你啉迄甜水啉伤甜呢，
啉啊喙齿拢落了。啊，问题伫遮，问题是讲真侪人是看迄个外在，吼，亲像咱看见啊，迄个庙寺吼，啊，拢咧抢头香啦，吼，啊，逐个小姐要排队要领福袋啦，即拢是应景的习俗，咱袂使讲啊，拢毋通做。但是问题是，咱基督徒的心态要安怎来面对安尼？因为咱知影讲，咱必须要用敬虔的心，你才能除去遐个负面的思想，无适合的思想，会通得到生命的开展。即个意思就是讲，真侪人伫过程拢会讲这祝福的话，翁问讲你外在环境拢甲你困难拢甲你排除，啊，你就一生幸福？毋是啦，迄个幸福的来源是对你的思想，是对你敬虔的心所来。有一位美国的哲学家叫做威廉詹姆斯，哈，即个威廉詹姆斯也是一个心理学家吼。伊讲一句话，讲咱即个时代上界伟大的发现，就是人类发现家己会当透过心思意念来改变家己的生活。意思是发现讲，一切外在的努力，固然是个人家己的拍拼，但是上重要的是，因为你的心思意念会当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生活。啊，所以咱过去有一个基督徒的教授，已经足少年就过身去吼。这个台大工商管理系的教授叫做汪正民教授吼。啊，伊捌讲过一个故事啦吼。伊讲这个故事讲，啊，当伊捌伫迄个北京的协和医院吼，咱知迄间出名的病院，头前有一个乞食，啊，足少年啊，拍伫地呢，啊，伫遐咧共讨钱啦吼，咧共乞做乞食。啊，伊迄个生一粒疮吼，其实无讲介厉害，毋过后来愈来愈严重。即个乞食吼，后来发现讲吼，伊无想要医，因为感觉讲吼有迄个空喙吼，啊人看到伊就可怜啦，哦啊所以落钱互伊安尼。啊所以有较侪人会同情伊，啊伊感觉讲，迄人吼有真侪人就是讲，伊宁愿家己无爱好医好，因为要得到较侪人的同情。前无偌久吼，咱台湾有一个新闻讲，有一个少年查某囡仔讲，伊足茫茫会当欠500万就对啦。啊，穿水水啊，走去伫人个车站头前吼，咧甲人讨钱，啊好脚好手哦，啊伊感觉用安尼，啊要来得到伊啊人生的第一桶金安尼。嘛有讲了一个故事，讲两个做食人哈，做农夫的吼，啊一个人吼足乐观，啊一个足悲观。啊，这个乐观的农夫讲，感谢上帝用雨水照顾我的农作物。但是落足大雨的时阵，这个另外一个农夫讲吼，啊，感谢是感谢啦，但是雨啦落无停吼，啊，我的农作物就阴死啊，袂当收成啊。共款一阵雨，啊，正面的人伊感觉讲，这感谢上帝；负面的人感觉讲，哎呀，这个水伤多哦，我的所有的农作物拢损害去啊。兄弟姊妹，到底这个正面的思想大家嘛爱，但是迄个关键重要伫倒位呢？重要伫你有对信仰、有对圣神得到这款的开力无？若无，往往真多外在环境影响，迄个侪的风吹草动吼，就会诱你去对负面去。啊，所以咱才看见诗篇所予咱的教示啦。讲敬畏上主的人，要对锡安来祝福你。诗篇128篇第1节讲：敬畏上主的人，我有福气啊！遵行伊命令的人，我有福气啊！啊，第5节佫讲：敬畏上主的人，的确安尼蒙福。因为一个敬畏是表示你的心思意念，互上帝甲你影响，毋是靠你家己。当有圣神同在的时阵，迄个气力就你要左右你外在。就亲像咱定下咧讲的，啊，真侪人吼，即个空间内底吼，啊，你感觉足热，啊，你若感觉愈压杂，啊，你就愈热。但是你若感觉讲，啊，即个袂佫会使，迄个身躯的热气就无去啊。就敬畏上帝的人，咱知影咱就要得到生命的能力。咱足出名的经节，腓立比书4章12节到13节讲。
我知影安怎过散车的生活，嘛知影安怎过富裕的生活。是饱是枵，是自尊还是欠缺，我已经得到秘诀，就是无论什么时阵、什么所在，我拢知足。但这款保罗的能力是对来，伊讲我靠使我的能力的祈祷，我有开力通克服各款的环境。华语的圣经，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我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姐妹，换句话说，外在的环境，无论是台湾多么幸福、多么富足，如果你的心不富足，永远都缺，永远都欠缺。但是这样来，我们怎样得到一种真正的富足呢？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都看得见，就是不是靠外在的环境、外在的物质的丰厚，而是因为知足就会带来丰盛，知足就会带来你许许多多的幸福跟安乐。圣经中怎么定义富足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富足不是从忧虑得来的。富足不是你斤斤计较啊，花了很多劳苦想要得着。箴言10章22节，大意讲：上主赐的福气，互人富足，内面无掺忧苦。上帝给你的富足，唔是用这个忧虑去得到的，是上帝丰丰富富的赏赐。华语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很多人为了要富足，花费了好多好多的心血，到最后说一场空。很多人想要借由赌博或借由什么样的一种暴力的方式去得着，到最后连本钱都失掉了。这是第一个，不是靠忧虑得来的。第二个，知足的人最富足。咱拄啊读的圣经节，提摩太前书6章6节，讲敬虔佮知足，为互人得大利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通食，有通穿，就着知足。这句话，互咱的意思，唔是咧甲人讲吼，咱有财产，有咱的这个经济真好吼，安尼是歹的事，唔是啦。伊咧讲的意思是讲，当你对食的无依赖，袂去依赖伊，你是有知足。你今日食番茄糜，你嘛感觉足好食；你今日食大餐，你嘛感觉讲，嘛是袂歹。你的心境无因为外在的变化来影响着。当你知足的时阵，是上好嘅啦。这是保罗先生所给咱的。因为这个话，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咱台湾人的俗语，有通食，有通穿，就叫知足。现在中文译本讲得更仔细了哈。他说：是的，一个人若知足，宗教的确可以使他富有。记得哈，知足还要加上宗教。换句话说，你的信仰。当你知足的时候，你的信仰会让你觉得你是一生最幸福的人。所以，咱是基督徒，徛伫台湾，既然台湾人认为讲咱有幸福感，应该咱基督徒应该更加加倍幸福才对。他说：“我们到这世界没有带来什么，我们又能从这世界带走什么呢？如果我们有得吃有得穿，就该知足。”那什么叫做富有，真的很难界定了。有时候那个富比士杂志一年就是好几次说谁是最有钱的，谁是全世界首富哈，看起来让这些升斗小民都觉得很心内足不准啊呢哈。其实那个都是商业宣传，真正富足的，如果在台湾来讲，我觉得我们要跟原住民来学习。为什么呢？原住民他们有知足的生命哲学，他们老早从他的祖先开始就共享的观念，因为在山上生活哈，不像现在平地很多食物你要去累积或是去收集才有办法，他们只要缺了什么东西，走入山林，什么就不缺了。他们把大自然，把上帝给他们的山林当成他们免费的冰箱，缺了再去拿就好。所以你定下笑讲，原住民拢无要欠钱，伊讲我都无需要，那都爱欠。
欠是为着你无够，毋才要欠。啊，当然咱袂当甲伊学，因为咱在别地人无安尼啦。但是我说他们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呢？他们是一个共享的观念。他们打猎回来，当然是年轻力壮，啊，会跑会跳会爬的年轻人去打猎啦。那些长辈、那些残障者、妇孺，他们当然没有办法。但他们打回来的时候，只要是这几家一起去打猎回来，他们的猎物一定是每一家平均来分配。所以有人在说，原住民的社会没有乞丐，没有乞丐，因为在他们的社会当中，谁缺什么、缺吃的、缺穿的，没有人照顾他，那是他们部落最大的耻辱啊！从他们以前对祖灵的概念，他认为这个是对祖灵最大的不敬，竟然让我们的家族、我们的亲友、我们的这个部落里面有人是被遗弃的。那这个共享的观念，其实全世界大家在追求一个均富的社会，不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在咱台湾，老早就有这款幸福的概念。原住民因就是那在丰收的时候什么小米祭啦，什么祭祀庆祝3天呢？你煮的来食，就去休困，再过来跳舞，再过来煮安尼。如果我们从他们的理念就会看见，上帝借这个山林，让原住民的生活哲学，让我们台湾人学习到说，很多的贪欲，并不真正会带来幸福。第3个，劳动至上，家庭兴旺，就是富足的概念。咱对了读的诗篇128篇20到30讲，你劳碌得来，够你食用，你要快乐，凡事行通。你的妻子在家中像结实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像小橄榄树。很多人就觉得说，不劳而获不是很好吗？签个乐透彩，赚个100万、1000万，那是人生最幸福的事。但是圣经的界定的幸福是说，你亲手吃，享受你手做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幸福。因为劳动，一个人会劳动不是说艰苦啦、了力啦，因为你的劳动表示你健康嘛。拄则咱讲迄个问卷这老人的一个家己的一种的观念讲他们最大的，他说遗憾的事情啦，就是说我没有把健康照顾好。换句话说，所有的长辈都认为，我一生最幸福的是我要保持健康。这个健康比任何财务啦，比任何名声地位更重要。从圣经这句话的概念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说，你有能力赚自己需要的，那是最幸福的事情。基督徒，如果你还是存在那种上帝你赏赐我我唔免做就有通吃上帝甲你乞头壳。咱真侪外邦人咧笑咱基督徒咱咧祈祷对无拢会笑咱基督徒讲你拢祈祷上帝赐我食赐我穿赐我欠钱唔免还。你若安尼想，就是外邦人的想法。上帝讲你都爱劳碌，你劳碌唔是讲艰苦啦，是你有健康，你才会当劳碌，你才会当打拼。第4项是，基督徒的富足是无贪财，拄起欲望。提摩太前书6章9节到10节。那些想发财的人是掉在诱惑里，被许多无知和有害的欲望抓住，终于沉没毁灭了。第10节，那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些人因贪慕钱财而背离了信仰，饱尝痛苦，心灵破碎。我想这些很浅显的道理大家都清楚。我是说，从圣经里面，他一直在告诫我们不要贪图那些不劳而获的。所以，神老公跋筊、投机，也是贪迄个，不是靠努力来赚钱，不是上帝所欢喜的。甚至我们这个社会流传一句话，说你赚的容易，失去也容易。我常常在讲说我自己的故乡我的故乡的
离岛的男人哈，大部分都要上那个远洋渔船抓鱼赚钱。他们如果渔获非常顺利的话，一趟就可以赚好几百万。大家看起来很羡慕，但奇怪哦，这些赚钱很容易的人哦，出海要在下一次出海的时候都是两手空空，两手空空。大家去调查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们外面哦拍拼啊，无通好，无人好啊休困啊，掠鱼哦足忝的啊，所以倒来到厝吼，遐钱看到钱哦，无开感觉足艰苦的。讲我拍拼要死啊，无开袂使安尼吼。有的跋筊，有的去声色场所，然后真的没钱了，乖乖啊，得个上船安尼。你觉得这样的人是你羡慕的吗？贪财是万恶之根，圣经明明安尼讲。所以在春节的时候牧师跟大家一起勉励一起勉励基督徒的丰盛人生观呐。你若讲有人讲基督徒丰盛是安尼，在给人灌迷汤，不是。圣经内底也丰盛是在神的恩典下的丰盛，而不是靠自己私人的一个诱惑，或是私人的一种贪财的丰盛。所以亲爱的弟兄，富足是上帝所赐的福气跟恩典。如果这个富足不是神所赐的，有一天你就会失去。第二个，圣经明明跟我们讲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生活所欠缺的，上帝就必供应。第三个，一个丰盛的人生是你有能力行善。提摩太前书6章18节，伊讲，佮吩咐因行好事，好业伫好所行，欢喜真济，甘愿分予人。保罗先生讲一个足坦白的话，就是讲，你什么叫做富足？你有通分人才是富足。无你的身躯有千万亿万吼，求地地安尼吼。一个钱拍几啊10个角吼，你唔是好业人呢？有能力行好事，好业伫好所行。华语圣经说，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啦，甘心施舍，乐意供给。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他人生拍拼吼，为人事业啦做了袂歹，工作嘛做啊足顺遂。但是你感觉讲，我迄拢为着家庭，为着家己的腹肚，伊感觉上快乐的是，伊开始有机会做志工，有机会做好事啦吼。讲起一个咱可能大家拢知的一个小故事吼，就是台湾的迄个关公的先行者叫做严长寿严长寿。我听讲伊后来嘛成做一个基督徒啦吼，基督徒。伊伫8八风灾的时阵，伊就去到台东。来参加这个救灾参加这个救灾。伫个救灾的中间伊慢慢发觉到讲台东这个所在风景水，逐项拢水，但是在这边的生活，很多人在贫穷当中，所以伊就开始。帮忙台东的民宿啦、餐厅升级，而且引进精英教育来教育孩子。他后来还成立了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他后来他自己做反省，或是自己做做结论。他说，他这是生命中最快乐、最美妙的时候。这位严长寿，很多人喜欢读他的书，因为他读书蛮激励的他在台东，就透过他的影响力，引进很多新的思考，很多新的概念，帮助台东这个地方来发展。而且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帮助台东的这些餐厅或是相关的设施升级，他说，不是跟台北的101竞争啦，不要跟台北101竞争，因为只有台东才有的，而且是101没有的，这个才是台东的价值。所以他就改变了这些台东人的观念，想要努力要跟台北平齐，没有。他说，
他不是跟大都市的餐厅相比，他是认为台东这些地方在地的美食，你不到台东就吃不到，才是台东最高的价值。咱知影这严长寿哈，伊伫个要退休进前，差不多应该加10年前啊得到癌症，上帝怜悯让他重新恢复健康。所以他在康复之后，他觉得人生有限，所以他把整个的人生就投入公益，成为最美好的公益人哈。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位严长寿先生哈。当然，基督教信仰他对他影响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说，他就是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的一个最好的见证。他这个公益平台呢，在台东带领很多人一起来领受这样的恩典跟祝福。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呢，不只生存在这个我们认为很幸福的台湾社会，高雄互人称的讲全世界上好徛的所在，你敢知影？咱台湾这个岛有真多评比啦什么小吃啦，什么好事，最近迄人讲锦上添花就对啦，大家人都讲学了讲台湾这个好所在。我嘛讲，如果你还没有感觉台湾是一个幸福的地方，也不怪你，但是期待你好好去领受。到底台湾好在哪边？不然的话，你住了一世人无感谢这个台湾，才是足可惜的。伫这新年开始，牧师要教咱三个勉励讲，咱的教会拢推动每日灵修的好习惯，有的是读圣经的习惯，RPG 祈祷的习惯，互相代祷的习惯。咱鼓励兄弟姊妹。1年还是2年，甚至3年读一遍的圣经，通过固定甲主的交陪，得到这款的灵修的开力。第三，咱的教会这几年拢鼓励兄弟姊妹，你要有传福音的动力，就是你随时随刻要愿意将福音传给别人。其实基督徒有人这样说了说很多人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很多人也不认识耶稣，但是很多人可以看见基督徒，知道耶稣是谁。很多人可以看见基督徒的所作所行，知道基督教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基督徒你本身就是一个传福音的器皿，不传福音表示你可能有点心虚，或觉得这个信仰跟你无关。最后一点，一个教会到底强不强盛，不在于人多人少。这个教会是因为有一群愿意委身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教会呢，在下个月开始，我们就推动了富强门徒学校，门徒学校1、门徒学校2，还包括很多查经班。我期待，既然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这样的信息说，敬虔的人就是最富足的，那你要从敬虔先开始你不是先说神给我富足，我才来敬虔，这是本末倒置的事，而是因为神给你这样的信心，给你这样的信仰，你有保罗的信心，你有圣经诗篇所告诉我们这样的福气的恩典，那这个就是你最大富足的地方。愿神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的新年开始，大家有一种自我的一个立志说，神我要跟你更亲近，因为我们用敬虔来迎接新春，我就必得到知足跟丰盛。这时候我们要请音乐来先弹奏这一首《摇花祝福妈妈》，弹一遍了后呢，咱接下来唱一遍半就是专首唱了后，副歌再搁唱一遍。咱要做伙来祈祷，咱安静来思考圣经的话所予咱的学习。
咱坐咧，做伙来唱这条咱最爱唱的诗歌，台语的诗歌。山中的白灵星，亮过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芳美，总是专灵的上帝，每日修饰真好奇，予你情怀的结实，显出听堂的根基。耶和华将雨满满，亲像海碧土沙，润润爱的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何乐清香伊名永无。搁一遍，耶和华将雨满满，耶和华将雨满满，亲像海碧土沙，春天主爱你到万世代。我们也就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何乐清香伊名永无衰。是啦，咱知影，何乐清上主永无衰，互咱的心甲主相结连。下面有几项的祈祷，咱坐咧，牧师叫咱做伙来为着这个事来祈祷。第一项。咱对圣经所得到的学习，咱甲主祈祷讲：主啊，人人拢毋望得到丰盛富足，但是主爱咱先有敬虔甲知足。主啊，求你互我得到这款的能力，亲像保罗先生，点伫丰富，也点伫卑贱，拢有气力通面对。那安尼，你就是一个上富足的人。第二，求主互咱有迄个行好的能力，因为当你欢喜分享互人的时，表示你有够有春，所以上帝要加倍祝福互你。第三，咱求主帮助互咱伫今年开始，我们愿意学习成为门徒，跟随主的道路，愿意传福音，愿意学习。造就，还有装备，有美好的灵修生活。再来，我们为自己的家人祷告，愿神赐福。虽然家人不一定都住在一起，但是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彼此代祷，大家都平安喜乐。在新的一年，有神特别的保守，特别是让我们在这个疫情慢慢解封的时候，大家重新得力。看见神赐给我们新的机会、新的努力，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要劳碌，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为你自己的需要，我们一起来祷告。在音乐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管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伫这个新春也是主日，阮做伙组织敬拜。阮两场的兄弟台语、华语做伙同心聚会，这是见证上帝恩典的时刻。主啊，伫过来10日，拢总有10日的春节假期。主，求你互阮珍惜甲亲人做伙、朋友做伙的机会，互阮出入平安，互阮有领受这个信心甲气力。主啊，赏赐阮有迄个敬虔甲知足的心，互阮看见阮一生拢行伫丰盛的道路。愿你保守众兄弟姊妹心身肉体平安健康。有的兄弟姊妹出外旅游、出国，也是回去老家探亲的，求你保守因出入拢平安。阮为着病痛中的兄弟祈祷，主啊，
伫春节的时阵，互因领受到主你的平安，领受主你的医治，互因重新得到快乐，有健康来面对新的日子。伫你面前，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奉献。请咱起立，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这时，咱做伙来坐念本月的金句，诗篇100篇第4节，咱先用台语来坐念。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咱煞再用国语哈。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我们翻到第4页，我来报告哈。那我大概不会照着这样念哈，大概统整一下。今仔日是农历的春节，嘛是中国人台湾人真重视的日子。是离外地，也是讲去咧食头路、读册的人拢会转来。转来离岛呢？转来离是大人的厝邻、爸母的厝。若无就是讲离长兄的厝邻，离遐咱咧住这个是难得啦有时候离外地咧做工课。真难得会当倒来，所以呢，咱嘛会当利用这个自习的时间
啊，咱就会当来举办即个家庭的祭坛牧师吼真大心啦吼，伫咱周报吼，为着春节伊有足侪的叮咛啦吼来就是讲春节咱后礼拜开始，咱的干事因会休困一礼拜，所以若是讲你有真要紧的代志需要来甲教会讲牧师伊的手机吼没有休息吼，所以伊的手机号码有写伫周报的顶面吼，你会当敲电话来教会，也是咧夏牧师的手机吼。阁有叮咛讲，咱要出外旅游的时阵，咱爱先做一个祈祷，才阁来出发。咱的迄个门吼爱关好不要招小偷啦所以门禁，还是瓦斯爱关好势，电器插头要拔掉。这是一个真细腻的迄个叮咛啦嘛爱做防疫的措施，啉食卫生习惯拢爱注意，因为最近诺如病毒11月到3月拢是这个病毒，所以咱咧食物件的时阵爱注意，一定爱洗手，一定爱洗手，若无就较危险，会去互传染着这是咱伫第一项第一项春节的这个报告。煞接咱要来讲的是财务部的报告而且有小可的爱甲咱的会友小可做一个订正啦咱财务部的报告而且咱写2022年经商会的总收入是1,964,6630块这个费用是有包括咱滚存金咱的滚存金，所以咱去年2022年咱的的总收入的预算是1,800万，1,800万。咱的迄是预算咱的总收入到去年的12月，咱是1,685,3,230块，咱加历年来的滚存金是2,700不是279,3,400块，咱将这条加入去的时阵，就是咱周报报的1,964,630块，毋是咱去年的收入是1,900万无，咱去年的收入比预算较少。差不多减110万啦差不多差2遮咱有加滚存金嘛所以咱今年度的预算，咱收入的预算财务部咧的时，敢若加一个50万就是1,850万咱今年度2023年的预算，咱是安尼。支出的总预算，那么希望是，就是这收支平衡无包括迄条迄个滚存金，没有包括滚存金安尼这个报告，大家人知影咱搁煞接2月初5，咱要邀请陈坤生牧师来主持2堂的礼拜，搁下晡培灵咱要用培灵会，搁一个下晡有要请陈牧师来甲咱做造就咱希望逐个人会当来踊跃参加，真难得会当邀请伊来第5点就是咱是1月、2月19要召开定期会员好会，这顶悬周报写的是物质啦是2月19大好礼拜，毋是2月21咱就是有会员名单咱大概咧看即个会员的名单实在讲嘛是真动脑，爱真详细，搁动脑筋因为有吉在人在啦、客籍啦、慕道友啦咱若是讲恁迄个咱在座的小组长、长职，若是知影讲即个名应该爱放伫啥物所在，
请甲咱的干事吼、牧师吼、干事来甲伊订正吼，安尼较免以免吼咱甲用毋着吼，因为咱的名单足济吼，所以阮咧看有时嘛是会去用毋着啦吼。好，咱过来就是后礼拜1月29号，咱要第一次公告咱的会员的名单。好，后礼拜咱嘛有详时，咱要有一个医治祷告的时间啊。第4点，咱有一个2手衣的收集吼，立秋衫吼，咱1月29有哪来送来教会吼，咱即个时间的安排是安尼吼。咱小等一下呢，咱有外地人转来会介绍，因为咱即摆足侪人吼，拄则牧师讲差不多坐满90%啦吼，感谢主吼。咱今仔日拨即个时间做伙伫遮，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小等一下呢，嘛是有具体的祝福啦，就是要送互逐个人一个祝福的卡片。囡仔呢，咱伫国中以下。含国中含国中生，咱有要送一个红包红包。这咱惊秩序较乱，所以咱小等一下，上到伊尾仔的时阵，才要来进行这个时阵，牧师讲牧师讲伊要补充啦，互我来主持阮。咱小等下请万州对了吼，伊是最佳主持人啦吼。主持咱一个等于新春团拜迄种意思，互相祝福，要分红包啦吼。我拄仔讲补充报告是拄则咱的万主长老已经有讲起吼，即个名单咧，咱若佫包括无导游、佫客籍吼，佫包括籍在人不在，咱的会友已经1200几个，吼，这个名单实在足歹掠吼。所以咱请在座的小会员佫小组长来甲咱的。这个校员来讨一张迄个名单的草稿，来帮忙看一下有哪些名单误植啦，或是男生放到女生那边哈。然后你29号以前，我们正式印这个名单给大家哈，让大家知道说，我是在籍会友安尼哈。好咱今仔日除了咱家己的会友以外，有一位新朋友伫遮，我报告一下吼，有一个李兆佫高松田长老伫倒位？伫楼顶吼，来，请伊徛起来，欢迎，来欢迎你，欢迎你，多谢。好，下面呢，咱等下要进行请安的时阵，有一条听，互咱自己做一位改编的歌词啦吼，咱请音乐甲咱走，咱唱了后，咱徛起来互相来这个请安新年恭喜安尼，咱请万主长老吼来甲咱主持这个不包括。颁发这个红包给咱的国小、国中的小朋友。咱国中、国小小朋友现在就预备哦，坐到前面来坐到前面。等一下满组长讲的时候才出来先到前面来，坐到里面来哦，来。好，安尼咱做伙先来咱今仔日就有真侪人外出，有真侪人转来。无要紧，转来的人，咱就要甲伊要来甲伊欢迎啦好，牧师拄则讲，咱爱唱迄块歌，就是听互人自集，听互人欢喜过新年。咱即块应该足熟啦好，安尼无咱先来吟一个哦。听互人欢喜过新年。再来唱来，听互咱欢喜过新年，听互咱欢喜过新年。上帝会听，互咱大家真做一体，听互咱做一过新年。搁一摆，听互咱欢喜过新年，听互咱欢喜过新听互年。咱欢喜过新年。上帝听，互咱欢喜过新年。互咱欢喜过新年，听互咱欢喜过新年。你有欢喜无？爱搁较喜乐的。我感觉无够喜乐啦，搁一摆来，爱较喜乐的哦。
来，请我进来。咱出一颗心灵，上帝会听，互人欢喜过新年，听互人欢喜过新年。咱请楼顶的来迎，听。有欢喜哦，有声音哦。迄个声音有欢喜的声。咱请四楼的会友来，听互人。听互人欢喜过新年，上帝会听，互咱欢喜过新年，听互人欢喜过新年。啊，你有欢喜哦？有欢喜的人啊，咱用捧仔声啊，捧仔者。上帝要祝福你，你今年稳上加稳，稳定相陪。啊，咱这个时阵就要做伙来拜年啦，吼啊！啊，咱讲的就是新春恭喜，上帝祝福，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安尼背有起来无？搁一摆，新春恭喜，上帝祝福，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安尼会使无？会吼，啊，咱请咱起立，啊，咱这边的人，这边安尼左右，向右转转，左右向右转，向左转，来。好，新春恭喜，上帝祝福，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啊，搁用一个新年恭喜，新年恭喜，最后新年恭喜。啊，上细声来，新年恭喜！新年恭喜！好，啊，请咱坐咧。加坐。请坐。啊，这个时阵也袂哦，吼，来，这个时阵呢，咱要请这边的咧，坐伫遮的兄弟姊妹，你若是外出回来，今仔日回来，吼，啊，请咱起立。好，来，咱用来的哈，外地回来的，哎。啊，这两个来什么人的亲啊来哩？哦，你的什么人？大姐。大姐跟孩子。大姐跟她的儿子，哈，好，啊，咱欢迎哈。欢迎。启智的大姐和儿子哈，这边敢若两个尔。啊，来这边。啊，请起来，请你起来。啊，个后边面两位戴口罩认不出来。好，戴口罩，我们都戴口罩，来。啊，拍手。拍手。头啊，等下，要不嘿，头啊，这两个哈，帅哥跟美女是黄光耀跟陈琳琳。啊，是嘞呐，我安尼直接讲名哈，公主哈，都在外地了哈。黄什么？黄昭勋，黄医师，啊，一个是知纯，啊，好，我们欢迎你哦，哈，欢迎。好，来中间那两位不晓得是爸爸妈妈是的。爸爸妈妈是谁？哦，你哦，来，你拢徛起来，我哪个捌你安尼？爸爸妈妈我来徛起来。啊，欢迎啊！儿子跟女儿，儿子，啊？侄子，侄子啊，侄女，女儿跟侄子，好，要常常来啊！你看我念不对，好，欢迎哦！请坐。好，后面那一位美女是姐妹。有谁拿麦克？蔡新冠的女儿。新冠兄的查某囝的女儿。该是你上海吼。从上海回来的。新冠兄没有来。啊好。新冠兄没有来哈。哦，不舒服。好，来。好，杨彩兰，谁的阿姨？啊，林俊南的阿姨，俊南，请你也站起来。欢迎你，欢迎你。让我们看一下。好。欢迎。好，欢迎。来，我们现在这边有没有今天回来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你若想要还把你的啊，让我们认识你，都没有吗？我好像好几个不认识，都没有哈。好，那我们现在
在5楼哈，5楼的这一区有没有？咱无长老帮忙介绍，咱也看无啊。请有没有？不用客气哦，请徛起来和阮熟悉一下。啊，那个是不是那个美淑姐的孙子哈？好，他们不敢起来了哈。来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一下。站起来。从台北回来的吗？阿嬷你不站起来，他们也不站起来。好，阿嬷要站起来。跟阿嬷一起来。好。好，欢迎。好，欢迎，来，这一区呢？这一区有没有？这一区有没有？有，站在后面，是不是？没有。好，大家都客气了，客气了，客气。来这一边呢有没有？这边有没有？中间这一边没有，都没有从外地回来的。来这一边，这边有没有？有，来2位，好，2位。郑养恩好，养恩跟他的儿子，跟孩子啊，欢迎。是平还是安？安哈好，他跟我们的瑞平牧师同样，来等一下，跟他同样的名字发音，但是不同的字。好，这个是静和兄的查囝，哈，带琼芳哈，琼芳哈，好，我们都给他们掌声欢迎。一起拍手。好，请坐下。好。那现在呢，是小朋友最高兴的时刻，我们要邀请国中以下，含国中，的小朋友到前面来。来，小朋友到前面来。我们请3位牧师到前面。来，要发红包。不用客气哦。来，长辈给他们鼓励一下。等一下我们要发大人的，大人先不要离开。面向大家。等一下我们要发大人哦。好，面向大家哈，对。女生站前面，男生站后面，这样才够。好，来，哇，这么多小朋友。咱准备的唔知有够无的，遐侪囡仔呢。来。无够吼，张老要摕钱出来哦。好，我们请2位牧师一起来。2位牧师来发红包，快点，好。谢牧师还有夏牧师。要不要有一个音乐？天父的花园。好。哇，看到这个细囝吼，咱的心嘛是真欢喜啊！上帝祝福满满离富强教会，生团济济。好，拍一张照。好，咱的清城礼拜吼，就要到尾声啦吼。咱先其实等一个爱大人要领一个祝福的红包，所以还未领到的时阵，你唔通离开。牧师讲这个内面钉钉哦，唔知啥物物件金币哦好，安尼咱最后要先请牧师来祝祷，祝祷了，请恁大家拢就坐咧，唔通起来。有搁有要奏乐咱搁有咱的迄个小组长，咱的迄个执事长级要来行到恁的面前，分红包互恁好，咱。好，安尼咱请咱起立来吟最后的诗歌，上营402首。
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因此说，请牧师来祝祷。恳求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通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到保护，若是我言行欠比是正，参我了日子只有你改变，予我伫黑暗中做光明，对找引带是迷人，这是我人生的前望。当今日领受对上帝来的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带领咱一年拢伫恩典的下面，对这时到永世代拢无煞。阿门。阿门。阿门。咱请坐，咱先安静，等下音乐奏乐吼，咱音乐奏了，咱才离开，咱请执事小组长开始来分红包，咱坐伫原位哦吼，安静来领受这个音乐甲红包。咱来甲咱的执事哈来提红包啊哈，其他同工有没有？还有其他同工帮忙？人太少了，人太少了，再多几个同工来，小组长再出来好不好？传过去也可以，传过去也可以，好不好？内面有京剧卡哈，有京剧卡。传过去，传过去哈，每个人都有份哦哈。楼上也有。这是一个快乐的音乐哈，祝咱兄弟大家伫春节旅游的时阵，大家平安健康喜乐。谁没拿到的举手一下，赶快拿给你来。同工帮忙哈，传过去就可以了。亚手摕到咱放落来。都无摕到野手哈，无摕到野手啊哈，里面有金句较重要啦哈，无内底有一个金币哦，会食的金币哈，里面有一句金句，上帝互你的金句哈，拍破一个，搁一首哦，来，咱搁听好了哈，今仔11点尔，未遐晚啦哈，还没拿到的再举手，没拿到的再举手，好不好？小朋友也有哦，小朋友也有哦。